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不断强化同化政策，并试图建设现代奴隶制度。当局在异地就业名义下，将维吾尔和哈萨克年轻人分散到中国内地省份。与此同时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，鼓励汉族毕业生来到东突厥斯坦就业。据突厥斯坦时报报道，来自山东省的106名汉族人在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学校就业。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已引起国际社会广大关注之际，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。在华盛顿中东研究所举行的东突厥斯坦危机会议上，各位专家讨论了该地区人民受到的压制，以及这些压力对中国国家的影响及其对抗这些威胁的措施。东突厥斯坦著名的维吾尔作家阿齐米尔扎伊德科人姆81岁，因撰写《约苏普哈斯哈基普》一书而被判11年监禁。他曾经在国民党时代和以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牢多年。他一生写过数以千计的文学文章和5部伟大的历史小说，并用这些小说阐明了东突厥斯坦千年的历史。以前有维吾尔学者在监狱中受酷刑而死，所以他的命运引起广大关注。3月30日适逢以巴冲突升温1周年，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30日聚集在以色列与加沙走廊边界抗议，和大批以色列部队对峙。以色列部队开火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丧命，另有316名加萨人受伤。星期五，阿尔及利亚民众再次踊跃走上街头，要求现政权下台。3月29日的示威规模又破纪录，首都阿尔及尔的示威人数高达100万人，警方用强力水柱扫射，结果没有降温，反而更加群情激动。示威民众现在不只要求总统下台，而是要整个政治体制更换。目前军方领袖也已经要求宪政委员会裁定总统是否适任。老总统下台之前，抗议声浪恐怕不会平息。